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大家的日南夜市啊，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，有将近100担各种的摊贩，是大家溪北的乡亲食、甲啉、甲佚佗爽乐的所在。但是这个夜市场是徛伫个朱德江广场的4块位啊，是宗教设施的保留地，违反都市计划法地目的使用，所以这个夜市啊不得不都要收掉了。昨暝是最后一届来出摊，真侪乡亲来翕相热烈试菜，袂输乎逢甲夜市。人夜市也毋捌看讲较侪人啊，那今日上尾一天营业啊。夜市的生理好甲变过，排队买正价的人看袂到买，当归猪脚汤、鸭肉汤、米血汤，嘛起真侪民众排队来买。头家娘的手无因甲毋捌停过，都民众抱怨讲，这袂输是逢甲夜市啊。哦，真。这是台中大甲区日南夜市啊，有40多年的历史。因为防检机使用地目不符合，管会宣布为112年1月初开始停业。大家知影这个消息，拢真意外。我在这边卖蚵仔煎就卖30几年了，很仓促了。我们这些摊贩，你看过年又到了了，不知道要怎么办，影响了这样100个家庭了。影响这么多人收集，当然希望市府阁给时间准备，或者是找到适合的所在，给做生理。机关嘛讲，这几年受到疫情影响，当的生理了个土，即马甚至含做生理的所在都无，已经请市府来改革辅导，积极的在寻找西北地区这个国有地，它能够符合这个摆设夜市的一个地点。来，赶快让我们这个日南夜市能够来重新营业。市府会辅导业者寻找合适的一个土地，要提出申请，并协助审查，那让他们能够合法化的一个经营。市府讲会来找适合的土地，提出营业许可申请，让溪北民众有合法的所在会当设夜市。不过，充满在地回忆的夜市就安尼失去，那让当地民众感觉真可惜。可白单趁食头家，这个年恐惊歹过咯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